咱来算红仔表，狗仔，甲这古水的人。第一关是现红仔表，现红仔表。伊的规则是安尼：一个人出12张的红仔表，甲这所有的红仔表分做4塔。4塔内底咱拣一塔，下一张咱的牌仔落去。啊，看咱要用倒一个角，是要用军事枪，还是要用加倒石头纸，决定啥物人赢。赢的人会当甲牌仔摕一张，赢一张牌仔转去。输的人就甲你的牌仔下伫你迄塔内底。咱来试看卖仔咧。一个人摕12张出来。好，开始12张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你摕出来吗？摕出来。好，咱甲分做4塔，所以安尼一塔爱几张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张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张，安尼4塔。好，啊，恁家己缀一张牌仔落去，看你要缀伫倒位。我缀。你也不算盖过。啊，咱会记甲伊掀过来，倒壳，爱倒壳无？啊，倒壳，袂使看着内底，伊遮内底有4个角，1、2、3、4，咱看咱要比倒一个，比输赢。一张。开始，我要缀即个。你要缀倒一个？这个。好。安尼比看卖啊，啥物人赢？你甲开牌一个。咱要比啥？加倒石头纸。好，先比加倒石头纸好啊。即个是石头，我是加倒，我输啊。安尼我即张啊下面哩，下面哩，互伊收走。啊你咧？你输还是赢？赢。我无看着啊。有补啊。啊你讲啊，你是啥？即张是啥？布。加倒石头纸，即就纸啦。啊你咧？你是加倒加布，安尼你赢。即张互你。啊你家己下摕转去。来，搁开始。你要缀倒一个？我缀一个，我缀一个好啊。掀开，咱要比啥？比军事枪。军事枪，比看卖啊，我的是啥？这是我的啦。哦，迄是你的啊，你家己掀。啊，你输我啦，伊上大。对啊。甩。啊，你这甲下面，你输一张啊。啊，我咧，这啥？你嘛输啊？哦，啊，这个足大个，这张嘛足大个，奖上大个，我拄仔泡尔，安尼我输啊，佮甲下落去上下骹。哦，这就是咱讲的现牌仔，咱会使呢，看要用倒一个，马。还是石头，还是红砖仔，还是猪，这4种来比看啥物人较大，啥物人摇着啊，伊就会当赢一张牌仔。